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31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开始，今来关心风台。空中风台的暴风圈伫昨暗9点已经吸到咱台湾的陆地，风台是不只大粒，暴风圈嘛有在变大，对咱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拢有造成威胁，所以今仔日全国拢停班停课。当再来听气象署伫拄则8点40针对风台的动态详细的说明。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在今天一整天到明天清晨，康瑞台风最接近台湾，并且会为我们带来强风豪雨，提醒大家一定要严加戒备。目前康瑞台风的中心是位在鹅銮鼻的东方，大约130公里的海面上。它今天上午的移动速度较为快速，所以说呢，预估在今天下午左右到中午左右到下午就会有可能登陆到台湾的花东这一带的陆地。那随着它的中心逐渐进入到陆地上之后呢，它也会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移动。移动的速度虽然略微的减慢，但是预估在今天晚间左右就会逐渐的离开台湾陆地，而随着它离开陆地之后，逐渐的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早上8点就会位置落在马祖的近海。随着台风的逐渐的离开我们的陆地之后呢，大约会在明天的上午左右，整个暴风圈有机会脱离台湾的陆地，而到了明天的晚间，进一步的可能有机会脱离马祖的这个范围。到今天，随着台风它逐渐的接近到花东的沿海的陆地之后呢，在今天整个东半部地区的降雨都是明显以及持续的，而在北台湾这个地方呢，也是受到它环流所带来的东北风的影响，所以在降雨上面也是相当的明显。至于到了晚间之后，随着风场逐渐的变化，在台风的中心来到台湾的西边这边之后呢，转成比较西南风。那在宜花这边的雨势有机会略微的逐渐减缓起来，但是在中南部的这一带可以看到，先以南部嘉义以南的山区会出现这种比较偏向风场跟地形有直角的这种作用影响，有一些比较强的降雨出现。而至于到了周五的清晨，在整个中南部这一带可以看到平原区这边的降雨也是有比较增多的情形。拄则听到是气象署最新的说明，咱来关心今仔日空中风台中心是按算下晡会伫东部、花莲也是大东登陆。气象署嘛表示，今仔日全台拢会受风台影响，嘛针对12个县市有发布大水豪特报，尤其是宜兰、花莲甲大东，也个大台北的山区，拢有可能会上大雨。咱同齐来看今仔日的分图。今仔日风台中心就会通过台湾，强降雨的范围就会对东半部刷到西半部，尤其是苗栗以南，今仔日嘛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而且呢，今仔日的风会真透，尤其到下暗，西半部有可能就会出现11级以上的强阵风，也若花莲、台东、彰化、云林、嘉义、甲台南，因为较晚近，风台中心有可能会出现14级的强阵风。另外，伫花东西南部的沿海，今仔日大流，所以嘛爱细致海水倒急。强烈风台控制来呀，今仔日是风台影响咱台湾上界明显的时阵。风台中心按算下晡就会开始登陆，全台湾拢会伫暴风圈内底，所以今仔日咱全国是停班停课的。嘛提醒乡亲唔好出门，踮伫厝内避风台较安全。气象署上新的资料显示，康瑞风台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20公里，昨晚南苏出现17级的强阵风。各地的风力就不只有沿海才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西半部一些比较内陆的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11级以上的强阵风哦。今日台湾附近各海面加巴士海峡的风景明显增大，容易有5公尺以上的关景，尤其东半部沿海可能会到10公尺以上，偏湖是会当到7公尺以上，各沿海容易有长影，请尽量莫去海边活动。附近各海面的风浪都可能会来到5到7公尺左右啊，尤其是在台风中心即将接近的部分，甚至有可能会出现12公尺以上的浪高。气象分专预测，康瑞风台可能是9年来第一个暴风半径达到300公里登陆的风台。风台带来的雨影响上大的区域集中在东半部、南部地区，一个恒春半岛。
它是一个范围很大，然后强度很强的台风，降雨可能会是整个东半部跟南部山区，尤其风是全台湾都会非常的有感。那花东这边看起来会是首当其冲。因为国内风台暴风半径正大，影响台湾的时间正长，范围也正宽。今仔日规天风雨拢正大，民众要特别注意。气象署伫昨启动对风计划，伫暴风圈范围13000公尺的天顶，但探空仪协助预测风台的路线，一个分析其周边的结果，譬如讲暴风半径加雨大，摕到关键的资料来指挥风台预报加警报使用，也会将资料分享给世界各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伫昨暗，台东嘛已经感受到风台的威力，因为风真透，海雨嘛真大。今日透早的时，台东有民众塞车出门要上班，伫半路的时去倒去的大丛树仔去撼着，加载人无安全。愈暗，台东地区风雨愈大，伫路的拢无半人。气象署发布强烈风台警报，暴风圈越近陆地时阵会出现12级平均风，或者是14级以上的阵风。台东市区也感受到这股强风的威力。海边影也正大，大景一直趴喺河边，互人看到就惊惊。透早1点外，有一位姓潘的女驾驶塞车要去上夜班，车驶一个山西路一段时阵，一阵强风吹过来，将路边一丛大树啊吹甲倒落来，手机向轿车撼过来。好佳在姓潘的女驾驶反应正紧，闪过无受伤。上班的路途中，然后树倒下来，然后就整个告过去了。是啊，你人有没有怎么样啊？人没有怎样，没有怎样。车子就可能要修理啊。车祸倒伫咧路边的树枝卡条的无法度震动，要是请拖吊业者把车吊起来。倒来这丛树啊，树身、树枝、树叶也加规涂骹，车要经过拢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是头一个受风台影响的所在，因那伫红头树昨暗已经有观测到17级的强阵风，海边啊风影嘛真大。因那进前3到2风台来的时，屯大太麻里甲金峰乡，这个风台要来啊，当地人是真烦恼。另外伫花莲农民趁昨昏风台还未来进前赶紧挂稻啊，因那饲蜂的是赶紧甲蜂箱啊固定好势。倒溪含玉里一寡最房山的警戒区，嘛拢已经进行有风性的撤离。等影一直来一直靠向岸边，强烈风台来甲真凶。台东南势的影有5米悬，佮出现15级的强阵风，威力是真惊人。目前离岛的航班拢已经停航，不过岛内农会超市的生鲜食品拢互抢了。超市嘛相信讲，离岛的供货有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少了一间仓库那它整个在生活日用品这方面会有欠缺的这种状况。看起来风影是一直在增强，进前一只8倍多级的货轮，在南苏东门港靠搭引起导游的疑虑，即嘛还有风台来嘛，互在地人真烦恼，惊讲会出现污染。船东这边也已经委托后续要来协助清除货物的这部分，因为货物要先清除，后续才会有货轮再做后续规划。载运，台东有可能第一个受影响。金峰乡的正兴村，进前伫风台的时阵发生土石流，冲入去庄仔内。这摆村民是团结起来，做伙做沙包，分散互逐户的居民放伫厝门口，防止土石流搁一摆来冲入去厝内。另外，太麻里乡的沙轮溪，互土石流冲甲歹去的报花，迄空也未补，乡公所嘛较紧调肉藏角来补强。咱若从你还要撤离就紧走啊！现在没在。对。同款伫入境的范围花莲，愈换风雨愈大，政府紧急针对玉里倒溪在土石流警戒区的住户做有风性的撤离。上一次台风的时候就山崩啊，回来之后就是山崩了。所以你们现在都很害怕的，赶快。花莲港内面的渔民嘛，甲渔船绑好条做好风台，农民是真无奈，因为我11月才要来的风台真正是真罕的看。日期的稻啊，按算过20几天就会当收成啊。即嘛因为风伤透已经有一寡倒去，就惊大雨过来，灾损是搁较严重。另外，蜂农共款是真烦恼，进前几个风台，少啊倒去，互蜂的箱啊拢地甲变去，加上火受损都无灭。即嘛加强风雨了后，伊采集好交互提供备。这差不多要1个月才会恢复，因为它外面的花朵都给那个台风吹的都坏掉了。强烈风台愈来愈晚，华东地区两县市的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开啊，做好准备，完全唔敢大意。民众抓准时间风台，确保安全，希望甲灾损会当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
因为屏东垦丁风影嘛已经变大，昨着民众走去看海影，互海巡人员苦劝离开。另外，屏东南州是全台湾正冷雾正上济所在，即马是山季，也毋过小连续风台直来，农民是真烦恼，会影响冷雾的收成。已经土地啊，染雾，敢若剩一个月期就洗版啦。其实拄着抗瑞风台可能会强风大雨，农民是感觉真无奈。当然烦恼啊，规个心血拢付出去啊，系啊，拄啊一个月要过来啊。70几丛的莲雾树10月初经过3座风台，无车道所留落来，了农民至少有一半栽种面积受到损害。即摆抗瑞风台看起来佫真大，毋那果子也未熟，无法度来抢收。正伫开花果子树也风雨拍掉，出现无法度结果这状况。花会开袂着啦，你风台降过了吼，伊个风佮大放，啊有的路甲拢无迄，像这无迄，这就拢袂开啊。屏东县南州乡是全台湾上大的莲雾产地，正正是莲雾大出的时阵，却是连续拄着风台，农民讲收成无好。农民烦恼有损害，垦丁街路商店头是烦恼讲，风台来无成理，有海鲜店业者下晡就开始贴沙包来防范，也赶紧请工人斗3工，甲铁门锁条。准芳州也过南湾，拜三下晡风影慢慢增大，陆续有民众去看海影，海巡随时苦劝离开。我们就会直接劝导。那如果今天进入沙滩或是屡劝不听者，那我们会直接举发。垦丁街路上下晡4点半过了后，出现一阵的小雨，也有一寡店头抢碟。风台要来进前也是正常做生意。记者综合报道。风台要来啊，台南市政府是要求相关的部门爱做好戒备。也若高雄进前，因为三德二风台受损是真热力、真严重。高雄市政府伫昨昏嘛赶紧派人去巡视，甲一寡较高落落来物件固定好势，而且嘛提醒民众毋好甲车停伫树仔骹。三德二风台透大风，树仔直接互线道佮缀着轿车。另外一摆停伫高架桥骹逆行道的机车，也互线道的路树缀着。两回风台高雄市大约32万丛的路树，着2500件路树倒去的通报。市府工务局提醒民众，控制风台来的时，莫甲车停伫树骹或者是附近。公务局已加强防台准备作业，并提醒民众，台风会伴随强风和大量降雨。为避免路树折枝断落损坏车辆，建议民众不要将车辆停放于路树下或附近，改停放空旷处。不过高雄市的高架停车场数量无济，开放的校园可能也有树仔倒去的情形，民众敢若会当家己加注意。很多地方，如果你没有停出来的话，地势太低，车子又会有损毁。然后一出来，又要考虑到这个大树哈。台南水利局的人员3早一透早就来到北区文贤抽水站，除了检查设备机具敢有故障，也试看卖排水系统敢有顺利运转。虽然三德二风台无对台南造成重大的灾情，不过这届抗热风台真惊人，全台拢伫警戒区，市府也真谨慎，继续整备。二前溪、三野溪、港尾溪等河川流过林德区，因为烟花的地势较低，公所也特别准备3500个沙包。你若落差20分，大雨落20分就中你。10包啊！我是要踢水坑，试看卖啊啦，若无真正就爱去买抽水机。各个抽水站跟移动式抽水机的部分，目前区公所这边管理的部分，大概至少有50台左右。恁着庙宇的活动也赶紧动点，甲做石的牌楼拆落来，着惊予大风扇倒。伫码头遮，工人也赶紧甲船绑好岸。街路也看到有人咧修剪树仔，活动的大型鸡龟翁仔也赶紧消风。然后因为台风风力比较大，我们怕一条单绳可能会有断掉的风险，所以我们都会再加2条绳子。这个风台按算高雄平地累积雨量会到300毫米，山区会到600毫米。除了提供民众沙包，也加25座跳水池排雨孔应变。也来台南是10月31到11月初1，各区可能发生阵雨甲大雨，山区有局部大水雨，呼吁民众做好防止风台的准备，保护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的金山，进前是因为三德二风台淹水淹甲真严重，也拿金山老街店头昨昏拢提早收大，提早做防止风台准备。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针对地势较低所在，甲一寡较高峰的所在，拢已经有做出规划应用。我们要赶快买。
点头无用手打做好防风台的准备。新北金山路街平常时游客是A 定点，不过空中风台要直接扫台湾，因安尼3早下晡无风雨，路街煞是真稀微。业者家鸡卵管装甲箱仔搬到悬的所在，因为金山地区伫恢复山道里扫甲真严重，罕见出现淹水。业者这回真认真做好防风台的准备。东西都移高一点，那个以防万一。有点怕，就是直接往旁边移啦，旁边高的，然后东西能放上面就尽量放上面。金山区公所的沙包特别互领了了，抽水器也拢到第四街所在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坦白讲，山道里了后，在后的复原也未完成，新北会做好应用。以前的低洼地区啊，还有土石流的这个浅市区，甚至有一些坡地灾害，已经含水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前天，我们已经预做了一些准备。台北松山宝华停车场中昼的时，有关停真侪车。台北市府宣布讲，可能顶游的水库已经要搬水，下晡4点开始，水门敢若会当出来，袂当入去。暗时10点，全市的水门会关起来。另外，双北家人桃园敢要到暗时9点才宣布风台假，民众真关心。我们跟邻近4县市基北、北桃，我们其实原则上都是8点钟公布。最主要，如果太晚，可能会造成市民朋友的困扰。行政院长到阳台时，市道灾害应变中心针对未来48点钟台湾会经历大风雨，要规各单位提悬警告，把握黄金期做好准备。协助全国的民众将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尤其是淹水警戒地区这里也包括新北、基隆、宜兰、花东、台东跟屏东6个县市。针对苏花公路、南回公路甲北回铁路较危险的路段，到阳台也只是规划交通应变机制，启动海空疏运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中银行宣布调整个人当年累积结过的金额限制，其中团体个人是由即卖的500万美金调悬到1000万美金，一人公司行号是由5000万美金调悬到1亿美金。对明仔11月初1要开始实施，这嘛是32年来头改调悬。来看《自由时报》，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因为牵涉受乌西贪污弊案被起诉。桃园地方法院昨昏头改开准备庭，由受命法官廖益顺单独审问。最近是风声讲传出这个案合议庭的审判长已破病请假请到退休。审判长即马这个状况有引起讨论。桃园地方法院是回应讲会依照规定来派人。来看《联合报》。财政部鼓励民众用分段发票，安尼较环保，嘛推出鼓励活动佮抽奖。不过有4个人就唔拿一届。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伫昨昏就临时通过提案，要求财政部爱伫1礼拜内调查敢有弊端，嘛爱公布抽奖的得奖率有偌悬。因那中国一个货轮玉州客航号顶一日驶离开嘉南港，驶到野柳外海的时失去动力，规只船全掉伫遐。船长尾决定讲船尾爱决定要逃生，但是海巡嘛有赶紧派人去救，嘛甲这17个人即嘛接转来嘉南港。小心小心！海顶靠10级的阵风，影有甲5米悬。海巡署的人员昨昏暗时出动救援，海顶的天气是真歹。船员敢若会当上船时机跳去救援的船顶，落差大概3米。因为这只有载3座天车，中国一个货船玉州客航，29驶离开嘉南港，驶到野柳外海的时阵，拄着大影，碰袂行船掉伫遐。海巡署派宜兰舰甲南投舰去现场做安全介护。暗来，这个船长决定放弃这只船，海巡署随派巡防艇出港。伫暗时10点，甲船顶17个人再登来嘉南港，送去饭店休困。航港局已经安排台船有12000匹马力的拖船，今天的中午12时由台中港出发，航行12个小时以后可以抵达现场。航港局指出，目前玉州客航这只船伫野柳外海拍定，航港局会安排12000马力的拖船，今仔日中昼12点为台中港出发去甲拖转来。船主嘛已经向中国拖船的业者讨救兵，不过当时会到位就要看海顶的天气。其实玉州客航这只船，这个月14休伫嘉南港的时阵，船顶的天车才去弄到码头顶悬价值3亿的天车，而且甲5个货柜底歹去，因若现处时搁调伫遐等人去拖转来，实在是无比严重过。
记者综合报道。但海基会的秘书罗文嘉之前有讲，要送2只梅花鹿予中国福州动物园，也毋过中国各大班伫昨昏时回应表示讲，送礼物的基础是爱有诚意，伊个对方个调讲讲到求之求实。他们为什么叫梅花鹿？就是他们身上这个白斑像梅花一样。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进前到访马祖，讲希望赠送2只户名叫做和平平的梅花鹿予中国福州动物园。也毋过中国各大班发言人朱凤莲伫30日行记者会回应赠送礼物的基础，讲爱有诚意，佮再提出鼓励共识。也毋过另外一方面是有个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截至目前，福建省累计引进台资企业2.5万多个，将进一步优化福建涉台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厦门综合改革试点，设立福州马祖产业合作园区，建设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前一天，福建省也推出牵涉4个领域，总共17条的对待做法，包含提供台湾民众开设境外口座的便利性，鼓励台湾护理人员伫福建就业等，更加推出一个奖金的红利，想要吸引台商加民众去。最好是由产业链的产业来带动、来推动才有可能。看这个政策要怎么把它商业化，这个比较能落地啦。福建台商是讲相关的政策安怎落实，要去观察。因为陆委会是指出，中国经济无好，失业率大幅增加，加上独裁专制体制无得到认同，所有的回台做法对台湾企业甲民众丧失一个吸引力，难以达到中方有期的统战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西班牙，即马当地上大雨做大水，上无已经知影有造成90个人死亡。因当地政府已经赶紧成立应变中心，在规划救灾行动。也毋过有一寡所在路途较遥远，而且伫偏远的所在交通嘛断去，即马是无法度去救，所以有个死亡人数会阁继续增加。救援人员坐直升机到东部瓦伦西亚自治区的乌铁尔市，一个富人摸着狗，水淹到伊腰只悬，等人救，要也成功吊挂离开和大水引起的厝。瓦伦西亚一个镇海波尔塔受损真严重，一个安养机构有6人不幸死亡，真侪坐伫轮椅的6人行动无方便，看到大水，心内真惊吓。100 coches, estos los garajes están todos inundados con 100 y pico coches cada uno。这是欧洲国家这几年来遭受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讲，瓦伦西亚伫过去8年真久来降雨量比过去20个月累积的雨量也更加多。这场雨真特别，尤其北极暖化速度比世界其他所在也更加紧。As Spain has 2-3 meters of wa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heading to record flash drought here in October. They're connected because of something called the jet stream. This is this river of air high above Earth. There's one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on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more it slows down, the more it gets stuck. The wavier it gets, you get a lot more rain because it's not moving. 这场大雨自2到一直落到3站，侵袭南部甲东部地区，一寡庄稼所在路拢变做溪流，厝被摧毁，路袂通，也有重大死伤，将侪灾民甲出来人失去联络。政府成立紧急应变中心，部署救援人员加超过1000位士兵到灾区，不过国家偏远的所在，因为大水甲路拢切断，无法度过，真歹搜救，估计死亡人数也会继续增加。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因来洛西亚顶一日是进行战略协补部队的战备演习，包括对陆地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核动力、战略冲水弹和战略轰炸机拢有参与演习。即马针对外界咧讲，北韩那亲像有1万的阿兵哥要去甲洛西亚斗3工去拍乌克兰参加战争。美国是表示，因遮阿兵哥已经有一部分进入库苏克地区。也毋过，洛西亚有网络媒体是认为，北韩直接投入战争的机会可能性真低。射程超过11000公里的 RS-24战略飞弹对普列谢茨克基地试射场所发射升空，随后拍到远东勘察加半岛的目标区。另外，罗西亚海军也出动2只核能舰舰，分别划过北极海的科拉半岛海峡，也有远东的鄂霍次克海。
试射这个登顶飞弹。另外，相关身为协部强大战力的登顶轰炸机 TU-95也在暗时起飞执行试射顺翼飞弹任务。Мы хорошо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именно ядерная триад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дежным гарантом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озволяет решать задач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ядерный паритет и баланс сил в мире как объективные факторы глобаль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这摆演习除了予20多年的 RS-24飞弹以外 ，TU-95已经是老古董级的飞行机啊。也来参与演习的舰舰，其中一只也是服役超过30年的 K-407。俄方指出，这摆演习的目的之一是回应北约组织第10个中旬在西欧地区的协部战备演习。另外一个引起外界真关心的议题，就是乌克兰甲伊后壁支持欧美国家。最摆指出，北韩已经派出1万名部队，准备要来参与对乌克兰的战斗。美国方面并且真确定，而且有根据来宣称讲，已经有小部分的北韩士兵进入库斯克地区。Mr. President, are you worried about the North Korean troops in Kursk, in Russia? I am concerned about it, yes. Should the Ukrainians strike back? They crossed into Ukraine, yes. 对此，俄罗斯政府无否认也无确认。也那新兴的网络媒体 Reuters 是发表分析文章认为讲，北韩目的是要让朝鲜人民军学习现代战争的技术，尤其是伫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双方拢大量使用的无人机这方面。也那北韩士兵直接进入战场，甲乌军面对面来战斗。Reuters 认为讲，这个几率是真低。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美国向登陆进行传出古巴堡有逼出大肠管管污染，海军10人食沙了后食物中毒，阁有1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19岁的受害者，因为感染大肠管管吐血，送病院检查，阁发现得到急性的腰子衰竭，即马家属准备要对美国的麦当劳提出告诉。汉堡内底夹着牛肉大肠头，这是美国麦当劳制造牛肉堡的标准食材。也毋过进前，美国麦当劳说标出牛肉堡受到大肠杆菌的污染，好所在人食物中毒，其中1个人阁因此死亡。其中1名受害者15岁普勒尔，伫事发进前过6礼拜，因为食3届牛肉堡，严重食物中毒，佮出现并发症，胃痛、腰子败血，到病院治疗。The next day, I started throwing up and having diarrhea, and it was like not good diarrhea. Like it hurt really bad, and also it hurt to walk. Like I couldn't stand up straight. Because my back was like hurting really bad, and I had like really bad cramps or like abdominal pain. 一开始，普勒的妈妈兰德尔就是查某囝是为着流感，也毋过普勒的排泄物内底有血，嘛有吐血状况，好出来人紧去甲伊送病院。随后医生讲有可能是胃病，要求患者登去厝静养补充水分。也毋过1礼拜无够，普勒又阁送来急诊，这个检查发现有急性腰子败血，建议送去科罗拉多儿童病院带病院治疗，因为查某囝健康严重受损，甲后续的医疗费用真济，互因准备提过美国麦当劳。I'm a single mom. And I just don't know that I can necessarily afford all of what's coming after all of this.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looks like either, of whether or not she's going to have kidney failure moving on. 除了这件食安问题，英国嘛出现慢性侪糖啊、细水仔的食安问题。英国食品安全机构2月提出警告，要注意非法进口的美国标签慢性侪的糖啊、甲细水仔，因为这些商品成分显示有英国当局禁止的非法添加物，包括可能造成过动症，还有潜在致癌的化合物等等，对身体健康有真大的风险。当局表示，暂时在咧对查进口商，也毋过进口的糖啊伤济，真歹全面阻止，呼吁消费者买产品进前要检查产品的来源甲成分。国际新闻的是唐冰玉。今日国际上一个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合同参谋本部今日早起表示，北韩是朝向日本海的方向发射弹道飞弹。日本的防卫省嘛表示，这是北韩伫今年第12届发射弹道飞弹。来关心今年7月28，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结束了后，马杜罗连任成功，但个因国内的局势颠倒紧张。反对派也有一寡国际组织甲巴西，拢有指控讲这场选举无透明。委内瑞拉即马就已经调回驻巴西的大使，而且佫批评加西干涉委内瑞拉。伊嘛讲双方即马已经失去信任。
来关心联合国消毒队妇女技师委员会29日时是建议日本爱来修改皇室的规定，改掉不准女性继承皇位的这个规定。不过日本是表示遗憾，讲因要提出抗议，要求把这个决议建议提掉。因讲日本政府这摆是认为讲，因的皇位继承的资格限定是男性，这不是因为咧歧视查某人。镜头个转来咱国来关心南投人爱享有部落顶一日两间茶厝大火烧，加在是无人安怎，不过路途是真遥远。消防队接到报案到现场是已经经过点外钟，厝嘛都已经烧了了啊。消防队就表示讲，因为部落真正是足远的，而且路阁歹驶，当地人是希望讲，敢会当先甲因辅导，互因先成立救灾队，佮提供一寡消防设备互因，等有代志发生的时，因就会当先自救。徛过大火烧，火烧甲真猛，也袂等到消防队来，全面就赶紧斗拍火。居民摕水管，敢若会当转细缸的水，就算农药请来，嘛无啥路用。南投仁爱的红乡部落，29暗时6点传出火警，居民随忙赶紧通报消防队，不过部落地点是真热贴，全面会当用的器具拢摕出来用啊。有关敢若会当目睭金金看厝被烧了了，就拿民众用的水来喷啊，来不及了。要到红乡部落的话，车程大概要1个半小时左右，而且是要走例行产业道路，它都是一些水泥路，而且坑洞会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沿线又有比较多地方都在施工，所以比较狭窄。加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大货车啊、菜车要会车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点。雾社消防分队表示，因为火场距离分队相当遥远，塞车要超过1点钟，到现场已经无明显的火势，好加在无人受伤。南投仁爱山区敢若有一个消防分队，而且伫咧雾社市区，距离红乡部落要30公里，车路是弯来弯去，而且必须要经过路况无好的日行产业道路。居民是希望量早来成立救灾队。没有什么消防设备啊，所以只能靠族人，就是他们自己的就是紧急应变措施，就是用家里的水管啊，或是族人用水桶去打水。瑞岩部落我们发祥那里有成立一个牧领队，所以我们也有请消防局有配置一些灭火器，但是一样啊，从我们的瑞岩部落跑过来我们红乡这里也要40分钟。当地民代表示，虽然县府已经编列经费，按算明年施作消防管线，不过也未动工煞拄到火灾，希望先对成立救灾队，也有简单的拍火设备开始，避免远水难救近火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闽潭大厦桃园校区附近最近发现有不输鬼，有嫌犯会讲偷看，甚至会偷摕人的内裤、监视器，拢有翕到。受害者就表示，其实这个查甫人今年6月份的时就捌互翕到啊。警察局即马表示，已经将嫌犯的身份当得掠人。监视器清楚翕一个关关散散查甫人鬼鬼祟祟的爬壁，向他内底偷看了无偌久，赶紧逃离现场。这查甫人偷看事件发生伫个2八半暝啊，桃园牛山区闽潭大学桃园校区附近的大同路的巷仔底，附近的居民拢感觉是真惊。内底我入边啊，我内底拢无伫，内底嘛无伫啊，要啉酒，我要进内底拍，这种做无啊，真是代志，嘿啊，咱拍无去啊。当然是尽快找到咯。我们这边都是很久的住家跟大学生比较多，住家会比较多一点啊，因为大家拢住在铺呀里啊。这偷看查甫人早伫今年6月就捌互监视器翕到偷自互挂伫外口内裤，佮将抹满液体内裤挂踮个原来所在。有受害者指出，这查甫人已经是惯犯，烦恼伊未来毋知还会做出啥物憾过的代志。查阅周边住家天罗地网监视器，目前已掌握犯嫌身份，将积极查缉到案，依法就办。针对这偷拍案件，牛山警分局表示，已经照规定受理，严格者这人的身份会依法纠办。另外，派出所也加强安全防治措施，甲这所在的巡逻，来维护社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华读国校啊生单下三只地啊，今年2月份的时，伫中华新港过车路的时，互一只修理车去弄着，经过几个月抢救，阿姊伫9月份的时过往，因那小妹嘛伫拜节时过身。意外发生了后，中华县政府嘛有针对附近27大路口进行改善。今年2月，中华新港发生3只地仔弄红灯过车路，互无驾照驶车、姓肖的驾驶弄着，2姊妹仔伤势严重。10岁阿姊顶个月因为中枢神经衰竭过往，9岁小妹分别指数3，一直有肺炎感染的情形，需要靠呼吸器维持性命。经过251天的抢救，伫1礼拜2过身。我之前也去看啦，甲讲心肺医生袂叮当啊，长期才袂叮当，我感觉怪怪啊。做小天使。系啊，无带病啊，你咧艰苦嘛毋是办法啦。姐姐顶下就过往去啊，妹妹昨暝就听到这个消息，嘛过往去啊，听到足唔甘的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啦，她也解脱了啦。发生车祸所在，就伫中华新港的建国路甲美港公路口，过路人的斑马线，即阵已经改做自行的过路线。中央分隔岛要设庇护岛，确保过路人的安全。也若弄到人姓肖的这位驾驶，检方也以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检察官获报后，立即前往相验，并进行查证。萧姓被告前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涉犯刑法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嫌重大。已预支以新台币5万元交保。中华地检署表示，这个案件已经送交通事故鉴定处理，要来厘清双方的责任。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中华分会也已经启动法律服务，替家属找律师维护被害人甲家属的权益。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驶伤紧会食罚单，驶伤慢嘛会。这是既然有一个农民，逐工拢会驶车送货送到内湖的台北花市。最近伊收到2张，讲伊伫雪山磅坑内底时速驶伤慢无到70公里，驶伤慢的红单。不过，这个农民是表示讲，伊因为你要驶出磅坑口啊，所以为着安全，才会放慢打档啊。认为安尼就爱食罚单，真无合理。驶入雪山磅坑内底，时速爱比70公里较悬才被受罚。依然有一个回农，逐工爱驶车经过雪山磅坑到台北花市，最近连续接到2张伫雪山磅坑内底规速罚单，爱6000块，不过伊不服被罚。雪山隧道里面全部没有最低速度的提示，只有最高速提示而已。伊这期被罚地点多要出境发动口上悬速限是为90公里降到80公里，放慢车速是安全，而且上罚一口的所在上加速限70公里的标志，放伫被车弯，互人真歹注意到磅坑内底也无相关提醒标志，互人袂记磅坑内底上加速限的存在，希望公部门应改善。出现9站嘛，应该是60左右吧。迄位人拢唔敢驶紧啊！大部分人拢就是磅坑内底上加速限是60公里，而且无看过内底有上加速限70公里的提醒标志。另外，隧道内也会针对慢速车，并以广播及路侧可变标示提醒驾驶提高车速。本大队呼吁驾驶人行驶雪山隧道时，在保持安全距离范围内，尽量提高车速。根据统计，今年度雪山磅坑龟速车有举发161件，警方表示，交通主管机关拢有伫路边设提醒标志，磅坑内底也公布提醒提悬车速，呼吁都要注意进入磅坑内底，要尽量提悬车速，才袂受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中电厂第4期要起小天然气的机组，宽屏伫8月份的时通过初审，昨昏是完成宽屏的审查。台电表示，目前10个小土团的机组，按算未来会甲4个拆掉，剩的6个会转做紧急备用个案机组。不过即马台中市的环保局是批评这个宽屏的结果，因讲安尼台中的空气品质，唔知要等到当时才通改善。经过4点外人过宽屏大会审查，台中电厂第2期新建电气机组计划，虽然伫环保团体甲立委台中市政府拢提出，确定天然气机组使用总碳排无减颠倒增加，也有认为机组备用理由无够疑虑，但是宽屏委员讨论了后，议员决议通过。
经专业判断认定，以《环境影响评估法》第8条及施行细则第19条第1项第2款所列各目情形之余，环境影响说明书足以提供审查判断所需资讯，无需进行第2阶环境影响评估。这笔联气立基计划将会去4部联气机组，并且新建4座杜振组加相关附属设施。原以为联煤1号到4号机组，伫联气机组开始商业运转了，会慢慢转做备用机组。因那5号到10号是慢慢转做紧急备用电力设施。10部联煤机组2035年全部渡休。施工期起，我们即逐年减量。那我们在施工期，我们会每年友善减排空污量11吨。那我们总共整体施工期可减排约69吨。台电讲，所来依照环评会议的结论确实执行。中部市长讲，等了40年，总算等到改变的机会，赞成以气换煤。他们争气减煤是为了改善地方空污，是为了照顾我们的乡亲市民、好朋友，甚至邻近的这些好朋友。不过，参加发言的中部南会认为，起几台、拆几台是乡亲的要求。告诉我们，你的量已经超过了1倍半，什么理由不拆？就说我转备载容量，我转备载机，我不会给你用。你这个逻辑听起来让我民众很紧张。台中市环保局是批评，环评结果开空白支票。台电对减污、减煤、加温室气体减量，拢无承诺数字，是开环评的恶例。中部环保团队是积极。中会基照着以气大煤做理由，做实际扩充的事实。10部联煤机组骨架上，未来6台联气机组，伫联煤机组也未渡休的时阵，将会成做全世界上大的火力发电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资深的演员赵英，伫27下晡过身，伊食到82岁。伊伫顶年有接受歌戏演员邓美群的邀请，搬歌戏的电视剧《名播客栈》。邓美群就讲，赵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前辈，伊拍戏是真认真，而且佫真照顾后辈，真值得尊敬。马老板，调料。听讲你这种客栈经营得真好，也你的名声确实嘛是袂歹。伫歌戏电视剧《名播客栈》演出，这是台湾资深演员赵英伫电视顶最后扮演的作品。拜三传出赵英因为年岁大过身的消息，伊的囝林千玉、林岐山也透过经纪公司证实27下晡3点45分，赵英伫台大癌医中心过身，直到82岁。赵英2001年捌因为肝炎昏迷，后来后生紧急关肝，才把命救倒转来。恢复健康了后，捌伫记者会讲家己的经验，也捌参加活动分享安怎保护肝的健康。黑白人介绍这是什么若好什么会补的物件，我当黑白甲吃。这几年赵英真少演出，不过歌戏演员邓美群咧拍《名播客栈》的时，有邀请伊来客串，伊也随答应来表达对于邓美群的支持。伊对着这个戏，也搁有这个提携后辈吼，伊完全是非常的用心。阮会担心讲因为戏唔通伤重，也是讲惊伊会伤辛苦，所以会尽量安排。但是伊真正有够好，伊真正是值得阮敬佩的一个前辈。嘿，伊就讲无要紧，就快伫照迄个拍戏的进度，甲迄个工作的流程。赵英本名林中平，1966年参加电影公司演员考试出道。搬过连续剧、电影、广告，有真济拢是用台语来搬。会当讲是伫台湾通人知的资深演员。邓美群讲，赵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前辈，拍戏顶真，而且真照顾后辈，看教少年演员，对台语戏剧的发展真有贡献，也有真重要的地位。记者讲林菊凯台北报道。台基本看榜，咱来看台南的德光中学突破天主教的传统，头届举办万圣节这个西洋鬼仔节变装的比赛，鼓励学生囡仔来发挥创意。另外，伊嘛结合后来台语课程，甲学生相关的台语词类，用生活议题鼓励学生开嘴讲台语。
有人扮做埃及人巴来参台卡学生活动，有人装他做包公特殊模样不假成，各班赛代表装作无同造型来参加变装比赛，那比创意嘛比趣味。这摆万圣节变装是地公中学办年会向学校争取的。主要因为伫天主教文化内底无特别过这个节日，即回因拍传统，以台湾发展的角度，头盖办这款应景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包公很帅啊，那种脸黑黑的，特别霸气。就越来越长大，就一直没有参加类似的活动，然后也没有机会去扮装，然后就想说，可不可以有一些机会，可以让全校一起来参与万圣节？最深刻的就是一个。办迄种吸血鬼，迄个伊安尼行路，安尼有够型的啦。地公本来是做多元的，也发展，让学生呢可以展现，他这个部分也可以看到他的创意，还有他的自信。装扮比赛，让学生实际体验西洋几啊侪文化。另外，台语老师嘛用母语小解万圣节的故事，兼教因相关的台语词。西方的万圣节，哪像咱旧历7月同款？台语老师讲，外国有数会几的传说，咱本土嘛有真出名的妖魔鬼怪故事。这上课的时阵吼，我拢会甲囡仔讲，除了英国起源的这个万圣节，咱台湾嘛有足侪呢。比如讲迄个火锅婆、拿刀子。我伫上课的时阵，嘛会讲互囡仔知影，是讲上课咱伫生活中吼，因无形中，因伫咧下课的时阵，佮转去厝了后，因拢会含因的时代讲台语。台语老师讲，节庆参母语教育做结合，对生活中互学生接触台语，互因豆豆啊练习开喙，明白家己本土的文化。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古早迄个无辣椒的年代，大家做事无聊的时，就会唱歌小宝，哪做事哪唱小宝歌。为着要甲即个宝贵的记忆流传落去，有真代代毕业的学生，因是甲新北市小宝歌文化保存者陈芳虎老师的小宝歌来结合美国的 hip hop 音乐，咱同齐来听看卖。讲甲做地嘛上简。这是新北市第一个小宝歌文化资产保存者陈好虎老师所唱的小宝歌。这个新的版本是3个少年家结合美国 hip hop 文化所创新的小宝歌。这3个代代毕业的少年人，为着要追求音乐的梦想，伫毕业了后，斗阵开音乐工作室，创作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会想要甲小宝歌结合 hip hop， 是因为因认为美国 hip hop 文化甲台湾的小宝歌精神足相共。hip hop 音乐来自美国，小宝歌来自台湾的山这个 hip hop 的音乐来这做咱的家己的音乐，不管是小宝歌还是我们现在呈现的新形式，它都只是在寻找一个情感的共鸣价值。陈好虎老师甲伊的牵手倒观音女士伫台卡对节奏、拿听歌、拿点头，传统的小宝歌有新的表现，嘛，互因2个翁仔某听甲真欢喜。那你们现在恁的少年在做对不对？主要呢，甲咱的文化接一条，那我是很赞成。那个，而且可以叫我变做歌，足好。即款种时代呢，有即款的家己哦，足好呢。用演奏设备调音软体，甲陈好虎老师的歌声变做无同的音乐，互因感觉足新奇。学了这群少年朋友有够高。除了陈好虎老师的小宝歌，这群少年家希望未来会当运用 AI 技术，收集更较侪的小宝歌文本，以科技人文传承做理念，继续做出属于台湾人的音乐。记者陈阿双、柯敏哲新北报道。一粒米8粒汗，农民拢是爱靠天食青。那即马有一出纪录片《台湾新农段》，即马伫网络发表，希望透过影像，互民众了解台湾传统的农业文化，也有农民的心声。有咧人拢咧叫阮农业博士啦，吼，我毋是博士啦，吼，阮是算讲哦，针对一个产业做较久，经验较济安尼尔嘛。哦，其实讲农业就是经验的累积。记录农民一世人投入农业的故事，台语发音、字幕也全台语的纪录片《台湾新农段》分做3段，透过影像记录3位捌着过新农种的农民，希望让大家了解农民种植的辛苦，佮有一路行来的点点滴滴。
其实这农民啊，就是其实是我身躯边的大哥甲大兄，我感觉因的故事就是真使人尊重，因就是咧推广台湾的农业，而且是一世人，甚至有超过60年一甲子的时间，拢咧推广，拢咧做农业。三段故事分别以稻米地区的农业技术做主题，纪录片正片人也分享农业有真侪咱台湾的传统文化，佮有语言伫内底，所以来做这出纪录片，会当将农业的思维记录落来，是伊感觉珍贵的所在。因为农是永远会当延续落，所以咱必须要培养下一代。虽然较辛苦，但是毕竟伫苦中有大甜。咱袂去咬着。纪录片主角之一的黄基才强调，粮食是一切的根，希望政府会当加重视，继续培养相关的人才，让台湾的农业更较稳定。另外，这片人也表示，除了伫 YouTube 顶悬会当看到纪录片，未来希望会当去到学校、农业单位来分享，希望斗阵来传承台湾农业文化的知识，做伙为台语定根。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来关心美国有一个研究考古的博士生，伊在看墨西哥像拿资料的时，伊是雄雄发现一座千多年前的玛雅古城。伊讲这古城规模阁真大，面积和英国的爱丁堡差不多，而且阁推估迄当时应该有3万人到5万人伫遐生活，即嘛拍破热带无文明的误解。美国杜兰大学博士生奥德·汤马斯伫伫网络看到的资料，伊就先进的光学雷达技术，伫墨西哥坎佩切州发现一个16几啊世纪的真大玛雅古城，存在时间差不多是伫公元750到850年之间。真兴的时期可能有大3万到5万人，比即卖的当地人口搁较侪。了后调查发现，这个位置有玛雅金字塔、运动场、连续各地区的步道，也搁有露天剧场。这么大规模，敢若似乎上大玛雅遗址卡拉克穆尔，可能是11世纪上大考古发现。One of the things we reported in our paper was that in these blocks, these different areas that had been investigated, we found something like 6,700 structure. 因为博士生是上早发现人，伊都有号名权利。奥德·汤马斯甲伊的同事用福建协谱将这个都市号名叫做瓦莱里安娜。博士生指导老师卡努托教授表示，这项发现对改变大部分的人的刻板观念将有帮助。就是热带地区因原本调适较袂富先进文明，毋过事实是，这地区有丰富而且复杂的文化。What we are now able to do is match that information with their settlement and the population and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over, what they were ruling over, what they were trading with, right? And who was involved with. 研究人员表示，因为这个16都市是靠光学雷达发现的，所以目前无相片，因为交通真方便，过不了久队去调查。考古学家讲，这16都市离斯普吉尔小镇真近，行路敢若需要15分钟，而且也是主要的玛雅遗址。这个古城可能会成做一个观光景点。公视新闻新竹北平报。当再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29度；外岛22度至30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